你敢唔敢相信呢尊喺四川地下埋咗3000年嘅三星堆青銅人，竟然喺千里之外嘅印度活過嚟？史書上曾經記載過一種長相極度怪異嘅單耳人，耳仔大到誇張，仲垂到膊頭。專家查遍咗西南所有民族，都覺得呢一個係古人吹水。直到2002年，三星堆8號坑有一件青銅器出土，全場考古學家都忍唔住倒抽一口涼氣。呢個造型竟然同印度同緬甸邊境一個神秘民族那家族一模一樣。呢一班自稱龍族後裔嘅神秘人，點解會擁有三星堆同款嘅長相？而佢哋拼死守護咗幾千年嘅哀牢山地下，究竟藏住啲咩唔講得嘅秘密？今日我哋就嚟爬一爬呢種跨越幾千年嘅文明大遷徙。公元前122年，張顯出使西域之後，返到長安，向漢武帝稟報，佢喺大夏國嗰陣曾經見到蜀地嘅特產。經過查問之後，得知呢啲貨物全部都係由新獨國，即係古印度轉運而嚟。呢件事表明，西南地區存在一條由蜀地直達新獨國嘅通道。當時漢朝經常受匈奴侵擾，漢武帝為咗一舉擊敗匈奴，計劃繞道聯合大夏國出兵，於是派人前去尋找呢一條蜀新獨道。但係據史書記載，由於古滇國嘅阻攔，呢啲探路者最終都未能成功。後來漢武帝震怒，出兵滅咗古滇國。再後來，霍去病率軍擊敗匈奴，聯合大夏國嘅計劃亦都隨之取消。呢條隱蔽嘅通道亦從此喺歷史之中消失。而古哀牢國一直流傳住一個傳說，族人守護住一個秘密，嗰個秘密就係橫斷山脈入邊嘅地下通道。2012年11月，寶山嘅2位村民意外發現一件青銅器，之後經過考古發掘，竟然揾到消失咗1000年嘅古哀牢國墓葬群，墓中出土咗大量青銅器。呢件事喺西南一眾小國之中極之罕見。隨後，考古學家喺四川涼山鹽源縣一個叫做老龍頭嘅地方，亦都發現咗古墓群，其年代跨度大致由西周到西漢早期，同樣出土咗大量青銅器。2023年3月，緬甸中部發生地震，震裂咗恩雅城，意外震出一座1000年地下宮殿，入邊出土咗青銅器皿殘片。經過檢測，殘片入面嘅石含量高達22%，呢個成分同古哀牢國墓葬中出土嘅青銅器完全一致。呢個發現令考古學家都不禁心頭一震，仿佛無意中觸碰到一個隱藏咗1000年嘅秘密。自從三星堆被發掘以嚟，一直都有一個疑問纏繞喺人哋心頭：點解三星堆人會喺匆忙掩埋青銅器之後，就徹底離開呢一度？之後，人哋喺老龍頭發現咗佢哋活動嘅痕跡，跟住又係古哀牢國，再到緬甸，最終竟然喺印度東北部發現咗一個同三星堆青銅器裝飾風格完全一致嘅民族。呢一切究竟係點一回事？印度嘅呢家族喺重大節日時會着住長尾服飾，按照佢哋嘅講法，呢條長尾係為咗紀念佢哋嘅神靈，而呢位神靈嘅形象正正就係蛇人，長尾就係模仿蛇人條尾。我哋喺之前關於大洪水嘅內容入邊提過，世界上好多文明嘅神話都記載咗2件事，一係全球性大洪水事件，二係人類誕生之初，蛇人就已經存在。咁樣嘅話，呢家族嘅蛇人傳說同呢種普遍存在嘅神話現象之間，究竟有住點樣嘅關聯？故事要由一個古老民族古康族講起。黃帝時期，古康人就已經生活喺而家甘肅一帶。喺羌族嘅起源神話入邊，有一對兄妹遇上咗大洪水，佢哋避過洪水之後，發現世間只係剩低佢哋2個人，於是決定結婚繁衍後代。但係佢哋又顧忌兄妹身份唔適宜結合，於是就向天許願，如果將2個木盤分別由山上滾落嚟，最後可以合埋一齊，佢哋就成婚。最終2個木盤真係啱啱好合埋咗一齊，於是佢哋就順應天意結為夫妻。呢個傳說其實就係羌族版嘅伏羲女媧，無論係兄妹成婚嘅情節，定係滾木盤許願嘅方式，都同伏羲女媧嘅傳說高度吻合。而且喺羌族神話出現之後，其他地區嘅民族亦都相繼出現咗類似嘅神話，例如苗族、彝族等等。呢個就說明當時嘅羌族同華夏文明之間有住共同嘅起源。直到有一日，羌族似乎遭遇咗某種危機，族人開始向南遷徙，其中一部分人先去到黃河上游嘅馬家窯，創造出發達嘅馬家窯文化。但係冇過幾耐，佢哋又再次遷徙，去到長江上游嘅茂縣一帶定居，創造出先進嘅營盤山文化。再過咗一段時間，族人繼續南遷，抵達寶墩地區。到咗呢個時候，呢班先民嘅技藝已經極之精湛，創造出寶墩文化，亦都有人將佢叫做三星堆一期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出現咗一個奇怪現象。起初，佢哋用嘅都仲只係陶器、石器等簡單器物，但去到三星堆時期，技術竟然突然之間實現飛躍，打造出精美嘅三星堆青銅器。
而中間嗰段技術發展過程竟然完全冇考古證據支撐，就好似由0到1，然後直接跳到100，中間嗰99步憑空消失咗一樣。考古學家透過對三星堆青銅器嘅銅元素分析，發現呢啲礦物質全部都係嚟自長江中下游地區。呢一點就更加令人疑惑，古人點解要咁費盡心力由千里之外搬運呢啲礦物質返嚟？更加奇怪嘅係，三星堆人突然掩埋咗所有青銅器，向南遷徙。喺老龍頭發現嘅青銅器製作水平大幅下降，去到古埃盧國嘅青銅器風格更加係徹底改變。若果唔係透過青銅器嘅元素對比，好多人都會以為呢啲係唔同文明嘅產物。而且呢啲青銅器有一個共同特點，喺某一個特定時刻會被全部掩埋，之後族人執好行李繼續南遷，仿佛呢幾千年以嚟，佢哋一直都朝住某個目標趕路，完成一項未知嘅任務。2024年6月，廈門大學公布咗第一份三星堆人 DNA 分析數據，結果顯示三星堆人嘅 DNA 入面89.1%至95.1%嘅成分嚟自黃河流域，只有4.9%至10.9%屬於西南土著成分。呢個結果為我哋之前推測嘅古康人南遷提供咗有力嘅科學證據。此外，佢哋每一次掩埋青銅器繼續遷徙嘅時間，都啱啱好處於社會發生重大轉折嘅時期。三星堆時期對應商朝末期，老龍頭時期對應西周末期至西漢早期。喺遷徙過程之中，佢哋每一次揀選嘅定居地都係有利生存同農耕嘅區域。呢一點其實都唔難理解，始終生存同溫飽先係族群延續嘅根本。但到咗古埃盧國建立嗰陣，情況卻出現咗變化。佢哋選擇將都城建立喺埃盧山區域。呢座山直到而家都仲係十分原始，山入面流傳住好多詭異傳說，亦都發生過唔少離奇事件。就算現代人配備晒各種先進裝備，都好難完整穿越呢座山，更何況係生產力落後嘅古人。向南遷徙嘅古康人喺埃盧山形成咗一道明顯嘅分界線。埃盧山以北，佢哋擁有高度發達嘅青銅文化，但係去到埃盧山以南，青銅文化就逐漸衰落，技術亦都出現明顯退化。佢哋似乎將某個重大秘密藏咗喺埃盧山深處。由一開始古康人南遷嗰陣，佢哋就好似背後有某種可怕力量一路追住佢哋咁，令佢哋一路馬不停蹄，唔敢停低。好唔容易先安定落嚟，點知又突然掩埋晒所有物品，再次遷徙。而當佢哋去到埃盧山之後，嗰種追趕住佢哋嘅力量似乎又突然消失咗。由地圖上嚟睇，埃盧山嘅走向啱啱好擋住咗南遷嘅路線。有人猜測，古康人抵達埃盧山區域之後，建立咗古埃盧國，而且唔願意再繼續南遷，於是就將世代遷徙過程之中積累落嚟嘅青銅器同其他寶藏，全部埋藏喺呢片深山入邊。東漢時期，史書曾經記載，有一班人入咗埃盧山尋找古埃盧國嘅寶藏，但係佢哋喺山入邊遇到一個巨大嘅黑影，其中一個人被嚇到當場暈低，反而僥倖逃過一劫。其餘嘅人就全部離奇失蹤。呢個幸存者後來俾山附近劈柴嘅村民發現，救翻去村入邊。等到佢醒翻之後，精神就出現異常，成日胡言亂語，仲話自己見到倒轉嘅廟宇同人骨神像。1993年，埃盧山附近村莊有一位村民因為劈柴嗰陣唔小心誤入咗埃盧山深處。幾日之後，四圍揾佢嘅家人喺靠近山腳嘅路口發現咗佢。經過急救，佢僥倖執翻一條命。但因為過度驚恐，佢嘅精神同樣出現異常，口中一直重複念住自己見到倒轉嘅廟宇同人骨神像。喺之後嗰10年入面，附近村莊有36名村民接連猝死。呢啲猝死事件入面，完全冇發現任何中毒或者意外嘅痕跡。村民喺冇辦法之下，只可以成條村搬走。而當村民全部離開埃盧山之後，呢類猝死事件就再冇發生過。印度考古學家納雅喺考察佛教由印度傳播到柬埔寨嘅路線時，意外發現咗一座寺廟。呢座寺廟而家係印度教寺廟，但係佢發現呢座印度教寺廟其實係建喺一座更加古老嘅寺廟遺址之上。印度教嘅壁畫直接鑲嵌喺外側，而原有古寺嘅穹頂就俾人拆毀。透過向當地老人家打聽之後得知，大約喺上世紀60年代左右，印度為咗同化東北邦嘅非印度教徒，將當地少數民族嘅宗教建築全部推平，再喺遺址之上興建印度教寺廟。據老人家所講，呢座寺廟下面嗰座古寺傳承至少有上千年歷史，而嗰座古寺正正就係賈家人嘅。為咗追查古寺真相，納雅之後又去到李家人聚居地李家蘭邦，向李家族祭司打聽關於古寺嘅資訊。但可惜嘅係，李家族祭司同佢講，關於嗰座古寺嘅相關記載早就已經全部被燒毀。至於古寺係邊個起、幾時起，
根本完全冇流傳落嚟。此外，呢位老祭司仲同納雅講，佢哋準備翻去啦。納雅起初以為佢哋係要翻去古子所在嘅區域，但祭司卻話佢哋成個族群都要翻屋企，翻真正嘅屋企。納雅冇辦法得到自己想要嘅資訊，就喺佢準備離開嗰陣，意外發現嗰家人供奉神靈嘅地方十分特別，佢哋祭拜嘅神靈竟然係擺喺好低嘅位置。通常神靈供奉位置都會擺得好高，但係家人嘅神像卻放喺類似地下嘅區域。呢一點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納雅喺研究印度另外100幾個民族嘅神話時發現，咁家族係唯一一個以龍族後人自居嘅民族。咁家喺印度梵語之中解作守護神。印度神話記載，咁家神係加葉波同妻子加德魯所生，居住喺地下龍宮之中。而嗰家喺印度佛教入邊嘅神話，亦都起源於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因此呢啲同嗰家有關嘅標誌，亦都被視為屬於非雅利安人來源嘅佛教符號。後來東晉時期嘅法顯由長安出發，途經西域，最終抵達印度。佢唔單止將印度佛經帶返東晉，亦都將有關賈家龍族嘅佛經記載帶返咗中土。那家人點解要遷移？即使去到而家，那家祭司都講唔清楚。佢哋只係知道成個民族似乎一直都朝住某個方向前進，直到去到某個地方之後，仿佛完成咗某種歷史使命，先至開始掉頭往回折返。而家個家人喺印度東北部一直保持住獨立民族嘅狀態，而且佢哋始終認為自己係中國人，渴望返到中國。古埃盧王族有一部分後人喺遷徙過程之中留咗喺當地。根據佢哋口述，古埃盧國入邊有一件神物可以凝結靈氣、脫胎換骨。呢樣嘢同小說《鬼吹燈》入邊嘅來塵珠極之相似。起初，考古人員只係當呢段記載係誇大其詞嘅傳說，直到2015年，考古人員喺古埃盧國墓葬群之中發現咗青銅顱骨容器，佢嘅形態同皇族口述嘅神物高度吻合。此外，仲有傳說，末代埃盧王為咗突破生死界限，叫巫師將隕鐵同呢粒硼塵珠融合，再嵌入自己個腦入邊，等待重生。喺石寨山墓葬群 M71號墓嘅墓主人棺木旁邊，有一面銅鼓刻畫住呢個場景。一名巫師正將球狀物體嵌入跪坐者嘅頭部，同傳說之中嘅描述完全對應。透過現代光譜儀檢測，挖掘出嚟嘅青銅顱骨容器入邊嘅晶體結構，同雲南勐勒隕石坑嘅星際物質屬於同源。呢個就表明，傳說入邊嘅來塵珠確實係來自天外嘅產物。古埃盧國嘅核心秘密，或者仍然埋藏喺埃盧山深處，或者有一日，當埃盧山嘅神秘危險唔再威脅人類之時，嗰啲塵封咗嘅遠古秘密，終有一日會重見天日。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記得訂閱我，下期見。